大家好，今日嚟到香港一間酒店嘅中菜廳，食咗個大閘蟹片皮鴨放題，仲包咗好多唔同嘅菜式。啲大閘蟹啊夠肥美，同埋仲有好多其他嘅熱食選擇，仲有位上嘅鮑魚。大家可以坐港鐵嚟到黃埔站，喺返 D 出口出站，出到嚟一路向前行，行返前就可以嚟到黃埔九龍海逸君綽酒店。入返去酒店嘅升降機大堂，搭返 lift 上去2樓。去返海雲天，好快咧嚟到海雲天嘅餐廳，食返今晚呢個放題。大家可以喺返 KKday 預訂返九龍海逸君綽酒店海雲天150分鐘任食大閘蟹片皮鴨嘅放題，成人係448蚊，另外有長者同埋兒童嘅價錢，另外需要俾返正價嘅加一服務費同埋茶錢，成人每位大概係548蚊。我會將優惠嘅連結放返喺影片資訊欄同埋置頂留言，大家 click 返入去就可以預訂返 KKday 嘅優惠。入到嚟餐廳嚟有好多落地玻璃嘅靚景位啊！大家咧可以一邊食飯一邊睇下維多利亞港嘅景色，一邊食一邊睇下風景。呢個放題咧包咗大閘蟹任食，見到清蒸大閘蟹，另外有避風塘大閘蟹，另外仲有油鹽焗同埋藥膳大閘蟹嘅口味。另外有好多其他嘅菜式，全部都係任食任叫啊！啱晒咧，中意食大閘蟹嘅朋友，仲有片皮鴨都係任食。你哋啲蟹嚟咗，呢個咧係清蒸大閘蟹，呢個咧係藥膳大閘蟹，呢個咧係鹽焗，另外呢個咧係避風塘大閘蟹。另外咧呢啲小食都係無限量追加，我哋嗌咗個涼瓜炆鴨片，同埋嗌咗啲青瓜木耳。我嗌咗個麻辣鴨絲春卷，另外呢個咧係個鴨鬆脆多士。飲依開隻大閘蟹啊，見到咧好多膏啊，啱晒中意食大閘蟹嘅朋友。另外朋友呢隻大閘蟹一開咧都係好多膏，今次都啱晒啦。朋友啊最中意食蟹啊，雖然啲蟹唔係好大隻，但係啲膏啊都算幾多。個片皮鴨都嚟咗。見到一個片皮鴨咧，個賣相都幾靚啊！啱啱上台咧，夠晒熱辣辣，仲有其他嘅配料可以包住嚟食。呢個片皮鴨都幾香口，食落去個口感都幾好。呢一款咧係位上嘅泰式酸辣翅，食落去咧夠晒開胃。大家咧如果係4位或以上，每一位咧仲送翻一隻滷水乳鴿。見到個乳鴿個賣相咧都唔錯。呢個糯米飯咧有啲臘腸啊，食落去煙煙韌韌，夠晒有口感。同埋每位仲包咗位上嘅蠔皇鮑魚金錢，見到一個鮑魚同埋個冬菇啊都好大隻，聞到啊都夠晒香。個鮑魚啊夠晒厚身，咬落去咧有啲煙煙韌韌嘅感覺，同埋個鮑魚汁咧都幾入味啊！呢度啲中菜都做得唔錯，同埋呢個冬菇啊夠晒厚身。食落去咧夠晒有咬口啊，同埋夠入味。呢個糯米飯咧個調味都係做得唔錯，夠晒有咬口。呢一款咧麻辣鴨絲春卷啊，夠晒脆口，同埋佢炸得唔油膩啊，入邊咧有啲麻辣嘅感覺，夠晒香口，同埋佢唔會話好油膩，感覺咧唔會話太漏啊。同埋呢度嘅大閘蟹咧有幾款口味啊，大家可以冇咁悶啊，食多幾款唔同嘅口味，夠晒新鮮感。個豉油黃乳鴿食落去夠晒入味啊，同埋啲肉質咧都幾鮮嫩。佢豉油黃呢個做法咧都做得唔錯。跟住咧我哋再 encore 啊，中意食大閘蟹嘅朋友咧梗係唔可以停啦，再整多灣大閘蟹同埋片皮鴨。另外小菜咧仲有呢個涼瓜鴨片啊，好多款式嘅小菜都係任食。呢一款咧係個炸鮮奶啊，呢個炸鮮奶咧同樣係炸得唔會話好油膩，食落去夠脆口，有外脆內軟嘅感覺。我哋加單啊，個大閘蟹都嚟咗，中意食大閘蟹嘅朋友啊可以狂叫啊，整多幾灣大閘蟹，食多幾隻啊，容易啲翻本啊！大家都可以趁大閘蟹季節啊，過嚟食下大閘蟹，無限量任食啊，個價錢咧性價比都好高。朋友我中意食片皮鴨，我哋再整多一灣，同樣個賣相都好靚仔，同樣都係夠晒熱辣辣。食到咁上下咧，見到原來出邊啲位啊都差唔多坐滿晒人啦，都幾受歡迎。今日同朋友啊喺海雲天
食完個大閘蟹片皮鴨放題，佢呢度咧除咗片皮鴨同埋大閘蟹，仲有好多其他嘅菜式，都係無限量免費任食，同埋仲包咗啲位上嘅款式嘅食物，啱晒係中意食大閘蟹同埋片皮鴨嘅朋友啊！大家咧都可以趁而家開始入冬季節，過嚟試下啲大閘蟹。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中意嘅朋友俾翻個 like，我訂閱翻個頻道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